叔等等菲珍老師嚟做運動哦。好，一下都要搞太嘎，整個上半身，從我們的心包經開始，一直到我們的髋關節，到我們的下背部的好的肌筋膜的放鬆。好，一下的先拿我們的泡麵滾筒。好，一開始呢，我們先把我們的泡麵滾筒做切。好，我們的心包經的動作，一面按呢，一面去感覺，好，哪個地方有氣結？好，這是全身，好，慢慢掌心朝上，很好，好，3次之後，我們掌心朝下，好，利用你身體一部分的重量，好。那接下來呢，我們順着好的掌心朝天花板，好往上撐，好，可以的話順着過去，調整呼吸，好，整個上手臂很好，好帶出去，好，那如果再可以的話呢，慢慢整個手臂。白白蝴蝶袖這個地方很好，慢慢撐出去，好，速度放慢一點點，因為很酸哈。如果真的很痛，也用手好撈給腹等。哦，好酸哦。好，我們現在一節一節，好，把它慢慢的鬆開來。哦，還是很緊的話，我們這邊再多按幾次。啊，記得一面做一面調整呼吸哦。好，接着手伸直出去，好，按壓我們的心包經，好，內外很好。好，如果可以的話，我們換個姿勢。讓我們的胸大肌，好，轉一個角度，按壓出去。好，我們的胸部，那左右去按壓一下。好，然後呢，再把它平放回來。哇，整個上背這個地方，好，可以的話，我們大概從我們的肩胛骨的位置，好，慢慢的按壓，好，左右，哇，超酸的，好，再開始慢慢左右。一節一節，哦，這個是我們的 SITS， 就是我們所謂的肩胛，最多夾擊症候群的地方。哇，好酸哦！如果你有常常去舉手啊，肩膀去做投球的這些動作，要這樣就輕鬆腰，好。那頭呢很重，我們手可以輕輕的扶着，好，慢慢的按壓，然後我們的三角肌的地方，好，輕輕的去放鬆，很好，好，規則按高的地方，就按你收收縫縫，好，非常好，好。再回來我們的心包經這裡，腋下淋巴，好，再往後轉一點點。哦，如果越來越適應的話，好，你甚至可以手離開，好，去找到你的重量，整個壓上去。好，側面，好，上背部。肩胛骨偏向內側的地方，好，手
撑住它。好，整个肩胛骨位置，哦，很酸哦。好，再慢慢上来，好，到我们的整个颈部的地方。好，慢慢双手撑住，轻轻的按压。你的脚帮忙。好，你的头可以用手扶着，调整呼吸，很好。好，做得很舒服，大概按到我们的肩胛骨，啊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好了。好，正中间，往左，往右，哇！啊，这个是平常呢。我们在肩膀，我们叫做高蒙，好，哎呀的高蒙啊，好的个踢缝，好，再慢慢的，好起来，我们试试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换左边，好，左边呢一样，我们再双手，好前后再按一次，要摆住卡顺流，好。手掌心朝上，好，做3次。好，掌心朝下。好，现在可以慢慢加上，手撑出去的动作。好，好，腹肌要有一点力气拉回来。好啊，如果拉不回来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慢慢的，好一节一节出去。好，我们先做手掌心朝上的动作，调整呼吸，好推出去，很好，好一样左右一节一节，好，冲下大尾的地方，我都手3里。好，手上里最高的地方，好，你也去按压，好，慢慢的，整个筋膜线都把它松开来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从我们的胸肌，好，等等就好嘿。好，将来当一好甩目以前，好全部要按呢按，把全身上下，好要等等老师按呢走，就可以把它松开来。好，那现在慢慢侧面，好，侧面呢三角肌，要到手扭那地方啊，就刻意的左右。多按几次，很好，哇！调整呼吸，非常好。好，往左往右。好，特别酸的地方，像这个后三角的地方，好，再稍微左右按压一下，很好。好，特别酸的地方，好。那试着腋下淋巴结的地方，好，往左往右，好，试试看肩胛骨上面，哇，很酸哈，等等按你走，好，整个上半身的筋膜，好，压按的是我们的膀胱经，好，整个背的地方，好。可以特别紧的地方哈，狗猛的地方，好，稍微按一下，很好，好，整个上肢做的差不多之后呢，你要的放在我们的肩胛骨的位置，好，要数放在我们的头上面整骨，再老要的会背弄，好，我们的上背。再按压一下，
慢慢到下背，然后可以的话用基数，好，撑住，然后把我们的头往左往右，好像感觉像我们的枕头，哎呀的头呢，整了一个枕头，好，让我们的风池穴也到位。好，风池穴在哪里呢？再摸两个耳垂下来，沿着我们的头到正中间的位置。对，很好。哎，你周特干，你就可以调整呼吸。好，稍微躺一下。好，然后再慢慢的坐起来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半身的肌筋膜的放松，就先做到放松到这里，先休息一下。